须要提醒大家，诈骗永远都不会消失，他们就跟新冠病毒一样，他们会随时随地的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回想这几年，我们防疫做的不是很好吗？因为大家都很努力，很有警觉心，所以我们现在呢，防诈要如同防疫，我们也是一样拿出我们的警觉心，我们好好的预防诈骗。我相信我们可以把诈骗降到最低最低。那么每一个人都学会保护自己。刚好唐爱珍女士是警察局第4分局非常成功的一个拦阻案例，所以借由邀请唐爱珍女士担任我们的反诈大使，然后呢，同时借由她的现身说法的方式来吸引更多高龄长者及退休族群的关注，能更唤醒市民朋友的防诈意识。接下来还有35个场次陆续会在4月开始即将办理，并且到7月中旬结束。那还有35个场次都会结合各区的区公所、民政局跟社会局一起，大家来共同举办，然后进入社区邻里，然后共同唤起我们市民朋友的反诈意识。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防诈的工作是黄伟哲市长在他任内最重要的一个政策，不只是警察局，各局处大家都一起来做防诈的一个工作。这一次非常感谢唐爱珍女士愿意来承担我们防诈大使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接着她就会进入到我们37区，为我们的民众，尤其是一些高龄者的这些长辈们，大家来做所谓的防诈的一些宣导。那也把她个人的经验跟大家来分享。那唐爱珍女士其实她是非常的亲耳而且高知名度，所以透过她来做相关的这些防诈宣导，我想她是最佳的一个人选。那么也希望透过这一次全面性的这些防诈的一个宣导工作，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对于防诈的一个认知更加的一个了解。那我想在这个时代整个防诈识诈的工作其实是全民大家应该共同来推动的。那希望透过我们防诈大使唐爱珍女士的协助，让台南市在这样子的工作上能够做得更好。2025台南顶级选亚日本台湾新光三越公布有个记者会，23日在新光三越台南新天地热烈举行。市长委托药剂联兴青果生产合作社主席林汉伟、新光三越台南新天地店长黄玉祥、丁贵斌做伙进行锋芒现榨仪式，透过现前选亚节，甲现场大小朋友做伙分享选亚鲜甜。我们的新鲜芒果汁马上就要准备的来完成了。台南芒果主要集中在3区玉井、左镇、南化、南西这4个地方是最大的产区，那也成就了最美味可口的这个台南的芒果。今年由于气候的问题，芒果的产量没有那么高，但是事实上的品质反而更好，所以我们很欢迎大家来。现在已经开始接受预定了。那尤其我们最优品质的台南芒果，一定要进到最优地方的许多好的这些通路，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包括新加坡，这些都是高所得国家。那尤其现在日本已经特别日本的朋友特别喜欢我们台南芒果，因此呢，我们这边已经在星光三月这边接受预定喽。这次台湾甲日本公布有个选亚，生长伫咧药剂特殊的白垩土壤，果目幼、芳开高，每一个拢有通过3小努力 Plus 的认证。在境的每一个患者拢有要求，品质有保障。我们的芒果来自于我们台湾台南的玉井，就是芒果的故乡。我们是有植物医生在这个管理跟监控，然后就是也有通过这个国际的验证。然后我们在2年前有得到这个农业部的永续善农奖的现场操作组，所以我们这个是算是台南的就是有特色的芒果。台南有一选亚伫国内外拢大受欢迎。伫咧有个记者会上，三山读书会创会会长陈以贤更是现场下定200箱的选亚，要来收听台南的农业。
我对我们台南芒果我非常的有信心。那而且我也是很喜欢吃芒果的一个人哦，跟我们台南大部分的人一样很喜欢吃芒果。那我希望呢，我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我们的芒果。农业局表示，今年山野有个公布进军日本市场，适逢当地中元节送礼旺季，真具有话题性甲代表性。台南山野礼盒仔为即马开始伫全台13间新光三越美丽市场，拢会当填写有购单。伫日本嘛会当透过有购指定送礼地址，领验新鲜特送。不论是伫咧台湾，也或是日本，拢会当轻松享受到药剂顶级山野好滋味。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陈廷辉表示，台南铁路地下化是台南市发展的重大工程，地面的立美化更是市民高度关注的重点。伊指出，这不只是景观美化工程，更是整合社区生活、交通安全甲历史文化关键。规划一定要符合学校、里长甲民众声音。里长，我们的校长都非常的关心哦。那眼看明年我们就要完工了，起码咱大家拢在讲，每年的完工，每年的完工。好，那完工的部分是地下这个土建的部分。那么在整个其实跟我就在等到要真正通车有一段时间了哈。但是因为大家都很期待，当你地下土建完成，是不是地上这个部分打算我们要怎么做？8.23公里这么长，我们要怎么做？未来到底怎么规划？那规划之后，我想沿线一定要结合在地的这个人文啦、生态的特色，还有这个铁道的意象，怎么做一个结合以外，还有我们担心说，这个规划完之后会不会有这个淹水的问题？之前里长一直在提醒哦，还有就是说，到底要种什么树？这个绿园要种什么树？不要树种了之后，让未来的整理或是串根会衍生很多的问题。出席里长也代表李明提出对着工程进度等等的问题。到底咱这个工程。这个偌久才会当完成安尼？你用倒一个部分？你整个那个地下道下去哦，会到人行桥下去，还是一个覆盖安尼？我希望讲，阮的人造这个上汽油电完了，两侧1公里的两侧，所有的征收的一寡部分是。咱当然是物质的物资，也是咱要来做回馈，要来回转啊咱这个公园来，也是道路顶环。除了社区民众声音，信公路中也提出交通动线甲学生安全的观测。伫开元国小、大公国小、新公国小，也表达必须要将校门纳入一致性的设计规划。对着这意见。陈廷辉回应指出，目前整体设计甲规划作业已经伫咧2月18号完成招标作业，由特标设计公司进行后续规划。伊强调，8.23公里的铁路地下化、立美化工程，不仅是一项重大工程，更是台南未来重要地标。后续规划一定要以开放透明的方式，甲地方持续沟通，纳入各方的声音，确保设计更加搭建在地期待。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来到图书馆感受册旁的气氛，迄个是将亲子共读用伫生活当中温馨，拢是一大享受。根据台南市2024年阅读统计调查，借册量比前一档有成长6.8%。你今年台南市立图书馆为了响应4月23世界读册日，嘛应景推出借册特送金属造型的玫瑰花竹叶来鼓励。图书馆表示，民众不管是透过手机借册，或者是实地到图书馆柜台，对今仔开始到4月27这段期间，将累积10本的销送。搭配一个借10本书送金色玫瑰书签的一个小活动，然后借由在阅读，然后在书香中体验到我们阅读的乐趣。那图书馆的话，就是有各种各式的不同主题的书，那欢迎读者民众们就是多来到图书馆阅读，感受一下我们读书的一个氛围。4月23活动头一天，全台市45间公共图书馆开始同步对换，对着亲子特别有感。希望借出鼓励囡仔爱读册，自细汉的种下阅读的种子，可以让孩子知道，孙子啊、小朋友都知道说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可以看书，而且可以把书借回去之后呢，还可以累积，然后就有一个小小的礼物可以顺便带回家。那平常我们都会常常带孩子来、孙子来这边看书，他们都很喜欢。借阅一定数量的书本就可以换小礼物，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
它是一个很好的激励效果，因为其实小朋友他们那个礼物不需要很贵重，只要一个很简单的小书签啊，甚至其实小贴纸他们都很喜欢。可是借由这些礼物可以促进他们有阅读的欲望，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方式。台南市立图书馆为了推广册芳城市，今年嘛将对象设定55岁以上的长辈，推出8节园艺治疗加艺术疗愈课程，好时段对亲近事物加自然达到疏解压力。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古锥刀话搭配着台语发音，小朋友爱敬正确思虑，还佫有人挑战罗马字拼音的关卡，看起来相当好耍。这款是专门替小朋友所设计的学台语 App， 由苏格兰台湾协会会长今年出钱，特别请工程师来开发，对母音、子音先学起，豆豆建立意见。大人囡仔试用了后，反应拢真好。互咱看，教着足侪物件的，台语的符号啊，佮有迄个音的声调。有图啊，为迄个简单的开始。教一寡生活当中的一寡动物啊、食物啊、食的物件，安尼，互囡仔会当马上学着，马上用。这是世界第一个啦。市面上大多数的台语 App 对小朋友来讲无啥互动性，这回特别来打造，就是要提升小朋友的学习动力。教授嘛讲，学台语毋是靠着课本尔，声音、语气，甚至是语感，拢真重要。较细汉的幼囡仔拢会使来接触，嘛足简单，安尼就去用这个 App 安尼，会当安尼推送。细汉囡仔就去算，我想这是较简单的。未来囡仔若会晓这，台语就变做较简单啦。App 初期会先开放免费下载，未来会陆续增加更多元的主题，结合歌曲甲影片，不只会当成为家庭共学的工具，更希望让小朋友哪算哪学，在生活当中自然开嘴讲台语。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新台病院家庭医学部的医师周玉聪表示，近年来各大癌症的发生率甲死亡率拢一直摆真悬，对着个人甲家庭造成重大的威胁。因此，癌症的筛检成为民众关心的健康议题。自民国99年，国民健康署推动子宫颈癌、胰癌、大肠癌、甲口腔癌等4种癌症的筛检，成效袂歹，并且伫111年。增加肺癌的筛检，今年更加扩大新制5种癌症的筛检对象，甲检查的项目，希望会用的互更侪人来受惠。过去这4癌筛检已经行之有年了啦。那从4癌筛检，那拓展到这个5癌筛检，那到今年的话，其实政府有加码把这个公费筛检的5癌的这个对象有进一步的扩大，包含说像这个如果说是大肠癌的筛检的话，粪便前期检查，我们把这个年龄有下修到如果是40到44岁有符合家族史的这个部分，其实是也可以参加这个大肠癌的这个筛检的部分。那如果说像是这个肺癌的筛检的话，过去我们有区分说有家族史的跟长期这个吸烟者，就是我们俗称老烟枪的这个部分。那如果说有家族史的部分的话，男性我们年龄其实下修到大概45岁这个年龄层，女性的话有家族史的下修到40岁的这个年龄层，其实就可以做加码来做这个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的这个筛检。那包含如果说像是这个乳癌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把这个年龄放宽到大概40到74岁的女性都可以做，而且不需要再多考虑到有没有家族史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还有一个有加码的部分，就是有关子宫颈癌的部分。子宫颈癌的话，过去我们主要是针对30岁以上的女性，那今年有下修到大概25到29岁的女性，也可以来做这个子宫颈抹片的检查。那考量到说这个人类乳头病毒，也就是这个 HPV， 它其实是一个子宫颈癌的一个危险因子，所以今年我们有针对在35岁、45岁跟65岁这3个年龄层的当年度的女性，可以加码做一个这个 HPV 的一个筛检，来了解说自己到底是不是暴露在这个子宫颈癌的一个高危险的族群。所有从医师呼吁，免费的癌症筛检是重要的健康资源，民众应该积极来善用。多数的医疗院所拢有提供公费的筛检服务，民众会用到家医科的门诊，或者是癌症筛检的柜台来咨询。各科的医师伫看诊的时，也会提醒符合条件的民众，希望会用早期检查，才会用来早期发现甲治疗。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由市府农业局主办，为推广台南在地农产，2月3号上午结合山上区农会，来到永康区的东桥里活动中心，举办奉送孝礼、食农的活动，包括议员杨忠成、当地里长王宜顺，甲伫东桥里乐龄协会的成员，以及座位的婆婆妈妈，拢到场来参与。农产品的推广哦，咱有分生产地甲迄个消费地啦。咱永康遮吼是咱台南市上重要的消费地，所以阮吼来就这消费地吼来推广咱在地即马往来上新鲜的农产品吼，甲咱遮的迄个永康遮的迄个在地的民众吼来互动，互因了解咱往来会当做啥物使用，除了会当新鲜来食了，嘛会当入菜。来互因会当互因来甲咱采购，增加咱农产品的销售。咱这道欢迎着咱三乡区农会来举办这道的往来的试吃跟手作活动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东桥里民可以知道我们在地的食材、新鲜的食材，能够直送到我们东桥里来举办这些非常好的活动那里面。或者咱台南会出产的好物件，透过手作更了解咱的农会这做代志，咱的农民尽责是啥物好呢？这个好处是对咱多多使用我们台南在地食材往来就是咱最好的选择。会中山上区农会嘛特别准备了2人的往来，由着田妈妈志工，先针对新鲜的往来切片，提供免费的品尝以外，农会推广股也佮教导民众。如何来制作爱风酱的手作 DIY？ 对往来的下皮、切片、搞装填、封管顶，希望借由推广食当季、食在地的理念，让更多人认识并且支持在地优质的农特产。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很多老烟枪可能认为在公园这样的户外空间吸烟是天经地义。不过，根据烟害防治法，在公园吸烟已经是违法行为。特别在市府持续推动各式各样的特色公园来吸引亲子运动，或是长辈外出活动之际却吸进二手烟，就是对他人健康的危害，最高将处以1万元罚锾。国家公园、国家自然公园、风景特定区及森林游乐区与公园绿地除吸烟区外不得吸烟，未设吸烟区全面禁止吸烟之场所，并于112年11月15日生效。除了吸烟区外不得吸烟，违者将依烟害防治法第31条规定，处以新台币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锾。面对在公园、观光旅游风景区等违法的吸烟行为，卫生局接获通报也会前往稽查。自今年1月起至4月中旬，台南稽查禁烟场所已裁处183件违规。依烟害防治法共稽查禁烟场所16571家次，裁处183件的违规案件。另外，因应民众陈情公园吸烟的行为，加强公园的稽查，共稽查34次，那查获吸烟行为人17人。卫生局将持续稽查，以确保民众到公园都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及吸收芬多精。其实抽烟不只是个人行为，更是公共空间的责任，因为守法就是尊重，无烟就是共好，所以千万别在公园吸烟，还给下一代更健康的环境。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
第7届2025本草派对将于5月10号、11号2天在台北迪化街永乐广场登场，首度公开今年活动亮点，推出3大主题空间：解忧密室，透过音疗与香气引导静心；疗愈花园，结合塔罗、花茶与艾草按摩，唤醒身体感知；共感森林，则是在音乐与美食中连接五感，打造寓教于乐、身临其境的多重体验。2025本草派对是第7届，那它的2大特色，它是最在地跟最国际。最在地是今年我们集合了超过22个品牌深入合作，还有90个特约店家，是历年以来结合最多、最深入的一次。那最国际是今年我们有跟国发会的双语计划合作，那整个本草派对都有双语的界面，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迎接跟接待我们的国际旅客。我们本草派对它的内容其实分为3个部分，包含了解忧密室、疗愈花园以及共感森林。那它分别对应到的是心身体以及人际。那我们用这样的主题呢，我们今年就叫做重拾下底线、开放填空的概念。那它英文的 slogan 叫做 Refresh Your Life。那我们希望在疫情后，其实充满变化的这个世界让大家重新找到身心灵的一个平衡。活动集结超过22个品牌，90间在地店家共同响应，打造融合汉方药材与创意手作的主题饮品与餐点，从颂钵音疗、香包设计到干贝轻食与桂花冰品，每项体验皆展现老店新意，深度融合传统与潮流。其实就是希望在短的时间当中，能够沉浸在颂钵还有自然的声音氛围当中。其中呢，我就会使用的包含了就是像颂钵这样子的乐器，我们会有一个泛音，所以让大家很快速的进入到自己的潜意识状态，进而的让自己的脑部放松，然后呢身体恢复到原来的就自我疗愈的方式。另外呢，搭配的就是像是种子乐器这些自然的声音，很容易的让我们回到了沉浸在的乡下或者是山林竹间。然后甚至呢，刚才我在演示当中呢，也有使用海浪鼓、雨声棒，创造就是在大海的周边以及就是下雨的氛围中，那我们在自然的环境当中，自然而然的会让自己的自律神经比较稳定，副交感提升，所以我们才能够放松下来，然后焦虑感降低。我们这次针对本草派对这个活动，我们研发的这个是干贝 XO Pasta， 那它主要其实就是融合东西方的一个元素我们在台湾，我们由我们餐厅做的这个干贝酱，那它都是用这个顶级的南北货食材去做的。然后西方我们常常在派对会吃到的这个 La Paz 这个小点，对，那它会有一点饱足感，然后又有派对气氛，然后又小小的一点点，就是很方便吃这样子。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产品上面，可以有东西方文化这个的冲突，然后有一些碰撞。举办第7届的本草派对已成为迪化街最具指标性的活动之一，结合市集策展、DJ 音乐、双语导览与店家串联优惠，吸引国内外旅客驻足，成功活络商圈经济，也让年轻世代重新认识传统产业的文化底蕴。迪化商圈这边获奖无数，在去年获得就是我们商业发展署、经济部商业发展署这边的全国卓越商圈奖。那另外在办的像我们今天的那个本草派对这样的活动的话，最近2年的话，连续获得绩优商圈的一个奖项。那从这边就可以知道，我们迪化商圈这边是非常的有特色，而且不管是市政府或是议员们的话其实非常重视迪化街的一个发展。那在最近几年的话，我们一直在推再造店家这边的话，那总共有195家。其实，在迪化商圈这边的话，有高达41家，所以有让那个国外的旅客来我们这边的话，都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今年的话，有研发出就很特别的，有8款的就是本草的一个调酒，4款的一个本草的美食，还有4款的就是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那这边的话都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本草派对的活动是非常的有特色，而且每年都在创新。我们的迪化商圈包含到我们整个大稻埕，真的是国际旅客第一首选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只要不断透过的市政府以及我们国发会的支持，我相信我们大稻埕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迪化商圈的所有的店家也会因为我们的公私协力的合作之下，活动可以越来越蓬勃。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
更多不同的国际上的店家，未来可以朝这个方向来去做一个互动跟串联。我相信这是大家最期待的。去年呢一直在努力，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华文公关的这个奖项。然后其实我们迪化商圈在这几年，不管是市政府也好，中央也好，都有很多奖项所以说我们要自己先肯定我们自己，自己要更加努力这个是我在担任这个理事长的当中，我认为说我们迪化街真的是要接年轻人进来，这些文创店，大家要更把心思投在这里，然后让迪化街有一个新的一面出来。本草派对不只是市集或展演，更是一场身心灵的重新出发。主办单位诚挚邀请民众放慢脚步，走进大稻埕，透过香气、声音与味蕾的共感体验，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监视器拍下，今年1月中，男子不顾危险直接穿越马路，结果下一秒就被直行机车撞倒，骑士和行人摔倒，纷纷送医。来到白天，这里是明德一路，有学校、公车站牌，车流量大，但因为距离斑马线有一段距离，因此许多民众就会贪图方便，直接穿越马路。比如说要菜市场啊，就走到这边就会看没车就会穿过来啊。市政府在3月中旬在路中央设置了护栏，仔细看，护栏紧密地排成一列，让民众想要违规也没有办法。之前就是想要过去就过去了，现在就比较没办法，你就一定要走上斑马线了。原来市政府交通处和交通队实际到现场会勘。考量明德一路是违规热点，会勘后决议在该路段设置双柱形弹性护栏，避免行人穿越车道。本队主动邀集七堵区民意代表及市府相关单位办理了现地会勘，决议在明德一路，也就是从崇礼街到自治街口设置双柱形弹性护栏，避免行人直接穿越车道而发生交通事故。附近的商家也反映，不仅行人违规险象环生，汽机车违规跨越双黄线或者回转情况也不少。安尼西过，拢有菜出桥。好，这么安尼较好了。你现在围起来就没办法穿了吗？这样好了，安全一点啦。完成增设护栏之后，行人违规穿越情形已经明显降低，周遭居民反映大致不错。警察局提醒，过马路要安全，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走斑马线。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波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
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很棒，单框随手关灯还不够，